怎样锥心刺骨的痛苦，才画出世间无二的地狱百魔？当年的天屠国太子，风华绝代，精彩绝艳，是天屠国第一美男子，曾言自己两耳不闻天下事。就连荣狼国入侵天屠国，天屠国无力抵挡之时，他也无知无觉。等他从书画之道中醒来，国都已破，荣狼国正大肆屠杀百姓，战马踩踏着他妻女的尸骨。天屠国太子疯了，他切掉耳朵，刺破耳膜，以百姓的血、亲人的血、敌人的血作画，画出18幅地狱图。他画出了地狱。那一役后，天屠国和荣狼国都亡了，天屠国太子也自此消失。